要不要我先去请你问蜜糖？气都气到了，我喝得下蜜糖？那我去见牙。呀的，你成什么用了？你现在需要听你的为王，爹。儿啊，你要你办的这一件事，你到底办不办？你要是不办，就不用再叫我爹。爹，你不要逼我啊！爹，你不要逼我！爹，我逼你，是我在逼你，不，老天爷可以作证，是马城，他在逼我，也在逼你呀。爹，麦城他是不争气，可他也是娃在过你心中苦闷，在结局加罪，你就再少他这一位吧。啊，爹。结局加成，这都是你宠他，我他也害他的屁王，我早就定格。告诉你，这一次你不管他罪，我管他罪。这是你两辈架子，
你要是言而有信，你就对他发誓。也是反不得已呀！你一定要保守，你一定要保守呀！这哈中还有几样东西，为我要做个交代。但是你好呀，这是吧？是怕要来不及了。喏，这个鸳鸯是当年为父送你娘的聘礼，时间请你个做纪念。我就这20两银子，是为我最后留给你的我名钱。我有这封信。是爹亲笔写下的遗书，你要仔细审查。倘着将来芝麻城我有狼子回头之责，你就将此信交给他，让他亲自启封，亲自查获。倘着为了这一天，你就让医生长满一朵，永不欺负。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呀？因为只有一生，你不能这次，第次怕要我顾不上你了。你醒一醒，你醒一醒，你醒一醒！刚才你快醒一醒，快醒一醒啊！别怕是真的不赢了。芝麻生，你一定要等他，我是秦老祖，你要等我，你等一等，我是秦老祖。